今日咧，我哋就首度開放一個4房嘅裝修示範單位俾傳媒參觀啦。咁其實整個客廳咧，講緊係超過320尺㗎。咁啊，當然大家咧就即係向前望咧，就見到一個靚嘅海景啦，係啦。咁我哋4房單位基本上咧都會望到一個好靚嘅海景，就包括香港仔嘅避風塘海景啦。咁另外咧就係一個深灣遊艇會海景嘅。咁我哋係用一個4房雙套房嘅設計。咁我哋有2個唔同嘅套房，就可能啱三代同堂。咁啊主人之餘咧，就係父母都可以有一間套房啊，或者小朋友各自有佢自己嘅生活空間都得嘅。我哋係完全冇任何間隔上嘅改動，即係話我哋原生原生家庭已經係一個好完美嘅家庭。其實Blue Coast 咧自開售以嚟咧，截至到昨日為止咧，咁我哋成個項目啊，包括1、2期啦，咁啊總共咧就售出咗1081間嘅，咁啊成功幫集團咧就套現咗181億，超過咗90% 㗎啦。咁啊早前咧我哋就銷售嘅4房單位咧，咁啊總共就售出咗17間，咁而嗰個平均尺價咧係講緊27,300去到30,900蚊嘅。4房單位大家見到啦，其實個景觀啊事實上係幾遼闊嘅。咁前面可以望到海景啦，又可以望到遊艇會啦，又可以望到前面一片即係綠油嘅即係綠化。